世子，刚才有位来治病的街坊看了告示，特意将此书留在门口。他说，承蒙世子医治，无以为报，只能以书相赠。就是这本书。玉簪，原来这第3件宝贝一直都在我们身边。玉簪，可是我已经将它毁掉了。凤凰重生，重生，我明白了。按照书上所说，只要集齐3宝，便可以回到你原来的世界。虽然鬼神之说不可尽信，但我仍希望你可以平安无恙。可是即便不用灰飞烟灭，但代价是要抛弃你和灵儿，独自回到自己的世界，度过漫长的一生。这种折磨于我，还不如让我强行留在这儿，哪怕化作灰，化作水，即便是死别，我也不愿意生离。我又何尝不是呢？可正是因为爱你，我才更不愿意看到你灰飞烟灭。我想，你也不忍心让我看着你死在我怀里吧？这样太残忍。和你在一起，不过短短数年，我想要陪你做的事情，想要给你的幸福，却连一半的时光都没走过。我不想分开。可是千月，若是没有灵儿，我可以将你留下，把你自私地留在身边。你死了，我便为你殉葬，纵使死亡也无法将你我二人分开。可现在我们有了灵儿，心中便多了一份责任和念想。我们不能孤苦地把她放在世间而不顾，更何况我要你活着。可是，我要是走了，留你一个人在这孤单的世上，你要怎么办？没有你，我会痛彻心扉。云浅月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哀家也不忍心看你一直孤身一人，不如你挑一名女子，哀家赐你为妻。景世子，你可愿意？
谢皇太后恩典。不过在下只想守着残生，不涉世事，静水流年，默默赎罪。我心中的世子妃，此生为他一人。荣家，原来这一切只是一场梦。他不可能来找我，我再也不会有机会见到他了。这个梦好长，好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了人气作家李云的家中。李云老师，你好。主持人好。我们知道《纨绔世子妃》这本书里景世子和浅月郡主的爱情实在是太美好了，那您能和我们透露一下，还会有番外或者是第二部吗？我想先给大家留一些神秘感吧，大家敬请期待。好的，那听说这个故事呢即将影视化，不知道作者大大对于荣景这个角色是否有原型作为参考呢？是哪位明星吗？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存在，荣景，他就是我心目中的白月光。至于他是否有原型，这是我的秘密。哼，投资，就他呀，我看是哪个公司瞎了眼了，嫌自己公司钱多才会投他呢。这本网络小说呢，现在是流量第一，我也看了一些，写的确实不错。真的假的呀？你还看言情小说呢？你这隐藏了这么多年的少男心，连我都蒙过去了，不简单呐。我们穆氏旗下的影视公司准备投资的第一部戏，就是《纨绔世子妃》。不是，你说我们公司投的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们公司投这部戏干什么呀？这不是奔着赔钱去的吗？天哪，你看他这身打扮，简直惨不忍睹啊！李秘书，你给他刷一辆兰博基尼，给他换身打扮啊，给我们公司长长脸，这也太丢我们公司的人了。我说您自己怎么不给他刷呀？净废话，我有这闲情找你来干嘛呀？唉，自从上次挖出古墓赔了上亿，被老爷子禁足了3个月，黑卡被老爷子冻结之后，到现在还没解除呢，惨得很呐！我当时还以为您……不过七少，咱们都这样了，还出来约小妹妹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去你的吧！我憋了3个月了，好不容易出来放放风，这有错吗？行了，你别管了，去办事吧。行，回来，把账结了。OK。服务员，再上杯咖啡。我跟你说啊，
等会儿一定要抓拍好，把我和穆小七拍得越亲密越好，这样才能蹭热度上头条。放心吧。穆总，请坐。谢谢。穆总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都不知道，你失踪的这些日子，我们都担心死了。不急啊，不急，咱们先看看喝点什么酒水。您的咖啡，谢谢。我要爱慕酒庄红葡萄酒。听见了吗？这位小姐要一瓶红酒，并且是爱慕酒庄的。穆总，您不喝酒吗？医生告诉我说我最近身体不适，不宜饮酒，所以我喝咖啡就好了。穆总，你身体不好，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帮您擦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没关系的，我自己来。穆总，你刚才在电话里说有人骚扰你，就是他呀。你刚刚不是在直播吗？而且，也不是穿的这身衣服啊。那是提前录制好的。配合点，我是为了帮你。穆总，这女人谁呀？你不是说好单独约我出来谈合作的吗？没错，我确实要跟穆总就纨绔世子妃这个项目好好的谈一下合作。你谁呀你？敢在这里截我的胡？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，我不是截胡，我是正大光明的请你还有你那位记者朋友离开这儿。我，哼！哼，你还真有一套啊！不过我着实没有想到，你和那天别酒的样子，倒是大相径庭啊。来都来了，我也蹭一波热度吧。好啦，现在我们直播继续。大家不是很想知道《纨绔世子妃》里面的荣景原型是谁吗？现在我就给大家揭秘一下，当当当当，就是他。不是，还不止这些呢。李云的直播视频一直在发酵，点赞和评论量一路在飙升。这回亏大了，我这是被摆了一道啊！那您看，我们是不是要采取一些什么措施啊？要，当然要。那是找公司的律师事务所，还是找公关辟谣，还是我亲自去处理一下？怎么说呢？这也算是我的私事，就不劳公司兴师动众出马了。更何况这区区一个女人，你觉得我摆平不了吗？那就好。穆董那边让我转告你，齐华的林总对这次的绯闻很是生气，希望您能尽快解决。希望不要影响两边的联姻和生意上的往来。所以齐少，明白了。那这一次，我就让这个绯闻变成真的。什么？齐少，您在理解上是不是跟我有什么误会啊？哦，对了，如果老爷子问起来，你就告诉他，我去找他儿媳妇去了。齐少，齐少，来了来了，催命呢！怎么是你啊？你就这么把自己的男朋友拒之门外，不合适吧？我都说了，那是为了配合项目的宣传，你别当真。配合项目的宣传，谁信呢？我的女朋友？嘘，当心被邻居听见。那你还不赶快让我进去？小心我在这里大喊大叫了。你敢喊试试？你都不怕，我就更不怕了。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你之前故意玩失踪整我。哦，你说那件事啊，我自己也没想到我的失踪竟然给你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。
抱歉啊。好吧，姑且原谅你。那现在是不是该算一算我们之间的那笔账了呀？什么账啊？你的那个直播视频，虽然对我的公司有益，但是对我个人造成了严重的声誉损失，你说该怎么补偿？穆七少，你怕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吧？就算没有这个视频，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声誉可言。哎，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。我之前所做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桃色新闻，全部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。可这个视频一经发出，对于我个人确实造成了很严重的声誉损失。说句不怕吓唬你的话，我完全可以以穆氏集团的名义去告你。你这算是在威胁我吗？不是，我这个人呢，对女性一向是十分尊敬的。到底想干嘛？不如这样，我们之间草拟一份协议，对外公开你确实是我的女朋友，但前提是你要搬到我家里去住，以此来增加这个新闻的真实性。你没事吧？我搬到你家去住，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。放心吧，在我眼里，你这种的还算不上是女人。你在我眼里也算不上什么正经男人啊。哦，看来在你眼里，我不是很正经喽。你放心，我对你没兴趣，是老爷子那边催得紧。我不把假戏演真了，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。这是我们的合作协议，1式2份，有效期1个月。之前我们说过的内容都写在上面了，期间以官方 CP 示人，但私下不能有任何亲密接触，否则协议作废。OK， 只要能达到人情的效果，我没意见。不过，就怕到时候你会爱上我，主动向我索取拥抱。不可能，这一点你可以放心。我住哪里啊？我先带你去房间吧。最新娱乐消息：穆七少携女友参加开机仪式，齐华一怒之下撕毁婚约。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累死我了！早知道这个剪彩仪式那么累，我才不陪你去呢。哎，还有啊，原来你让我假扮你的女朋友，就是为了把那个富家女给气走啊！我还真是一个万能砖啊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脚都破了。脚怎么了？我看看。磨破了。一看啊，你就是不经常穿高跟鞋。穿高跟鞋要把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前脚掌，否则就会像你现在这样，把后脚跟给磨破，明白吗？作为我的女朋友，假扮。好。既然你假扮成了我的女朋友，今后这种活动还会有很多。这和你之前那种邋里邋遢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，你可千万不要丢我的人啊！我就是这样，原汁原味，朴实无华。你不喜欢可以换人啊。对了，今天齐华家的千金可要笑死了。她说看到你的照片，特别像书里所写的那个洗脚婢女，你不要面子的呀？他真的这么说？给我钱！你不是不喜欢钱吗？你不给我钱，我怎么能好好打扮一下呢？我要是不好好打扮一下，不是砸了你的金字招牌吗？说的也是啊。不过我现在没钱。你……哎，对了，听说你最近投资了小说还有影视行业，赚了一些钱。哎，那不如这样。你先养我一段时间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啊！等我们家老爷子把气消了，我一定加倍的还给你。那我这个人做事一向是讲诚信、守信用的。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写欠条，借款的多少，任你写。怎么样？投资我比投资基金划算多了吧？啊？嘿，怎么走到哪儿睡到哪儿？我这里又不是猪圈。
伺候你。什么呀？邀请函？舞会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什么意思？你现在是我的女朋友，自觉一点好不好？参加舞会当然要以我女伴的身份参加了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你不会跳舞对吧？谁不会跳啊？那是以前。这么说，你现在舞跳得很好了。那让我来鉴定一下，你跳得怎么样？确实有进步。那是。之前的事情，对不起。其实仔细想了想，你也没那么差。这样的夸奖还真是不动听啊。不过，我也知道，你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差。不过，你只是不屑于与别人解释罢了。有什么好解释的？反正在狗仔队的眼里，我的私生活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无限的放大，成为大众娱乐的笑话。就算是在我家人眼里，我也只是个玩世不恭的，只知道仗着家世的草包少爷。可是我并没有这样想你啊。你不用说这些违心的话来安慰我，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。我觉得挺好的，反正我起点高，就算是混吃等死，我也能快活一辈子。所以，我根本不在意别人在想什么。有本事就超越我。我知道，其实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们才认识多久啊？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假戏真做吧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接近你，只是看中你的人气，对我的影视行业有所帮助，其他的，你一无是处。其实我知道，你总是用一种假装错误的方式，在做着正确的事情。你心里想要的商业版图，比很多人想象的都宏大得多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有件事情你可能不太清楚，其实你的好朋友林总，他是我的远房表哥。你说什么？走，你要追穆小七？不是追，就是想找个机会认识一下。唉，人家看上的可都是美女，那你这样的，人家连瞟都不会瞟一眼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很丑吗？哎呀，表哥，我不管，你就看在我们那位苦命的姨妈的份上，你就帮我这次吧。是远房姨妈，那又怎么样？
哎呀，表哥，你就说你到底帮不帮我？我倒是有个办法，能让你接近他。真的？你之所以发生的一切都会按照我的小说去走，是因为我早就知道你要做些什么了。这一切都是我表哥帮我设计好的，包括我们的那次意外邂逅。所以从一开始你就故意接近我。对，我就是在故意接近你，因为我喜欢你。你疯了？难道你不晓得我穆小七1星期就要换一个女朋友吗？我知道，你故意让我假扮你的女朋友，是因为你不满你的父亲给你的婚约，一出关就约小网红，是为了故意让对方散播你的桃色绯闻，以引起女方家的不满。你每个月都会抽时间去孤儿院和敬老院看望老人和孩子，你本性善良，假装玩世不恭罢了。只是因为你不想按照你父亲安排的方式活着，你想过出自己的人生，想证明自己。其实我比你想象中的了解你，而且我们其实早就认识了。是吗？上哪儿去啊？这边。走吧。哎，你们要干嘛？你不是要我们买你的酒吗？把这瓶喝了，我包你10瓶最贵的酒。我不会喝酒，你搞错了。我是这的服务生，不是退酒小妹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回来！我管你是干什么的，就你这模样，啊，大爷我看上你，是你的福气。你不要乱来，我喊人了。喊呢？你喊呢？不会喝酒是吧？我教你啊。哎，嘴对嘴的。警察，快走！你没事吧？喂，你没事吧？来人呐！救命啊！喂，你还好吗？醒醒！你以为你自己很聪明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最讨厌自己像傻子一样被人设计。李云小姐，我们的合约到此结束。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是我骗了你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没有骗你。这本书的男女主原型，确实是我们俩。只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上面写的一切，我好像真的经历过一样。打扰你了，这个我留下了，就当
是我给你最后的礼物。告辞。抓紧时间干。喂，哎呀，大作家，稿子改完了没有啊？听说你的新书又卖断货了。怎么？你是要请我吃饭，还是又想让我请你啊？告诉你，我这一次啊，真的找到了不错的优质男性，靠你给我撑门面。你要是不出来，从此有见啊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告诉我在哪碰头啊？穆小七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把我拉黑了吗？废什么话呀！上车。啊？上车。哦。系好安全带，文明出行。哦。真是废物的平方啊！拿着。这么长时间不出现，怎么现在又蹦出来了？你说你啊，下了这么大一盘棋，我还是无所作为，无动于衷，像个木头一样，那也太不像个男人了吧？我还以为你不会原谅我呢。做完了。秋名山车神，我车技好不好？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民政局。哈？你要跟我结婚啊？吓我一跳你！啊？起开，离我远点啊！本世子要和你保持3尺之距，3尺。哦，3尺。想得美！
爹爹，好多萤火虫，好漂亮啊！爹爹，你说娘亲会看到吗？我相信，她会看到的。看什么呢？跟傻子一样。别说话，当作你所有风车，有了你，风景都如画。传说的谁对江山，谁对天下，不如吵吵闹闹，过一世潇洒。